今日係2025年10月5號啊！現在時間係早上5點15分，我哋喺郵輪出發去埃德夫神廟，坐馬車，非常混亂，非常混亂啊！哦，揾到啦，Benz嚟嘅，Benz嚟嘅。哦，上馬，哦，開車啊！話冇安全帶啊 ！China， 千祈 Hong Kong China。依家時間尚早啊，空氣仲係尚算清新啊。不過依家仲喺行緊石屎路啊，一陣間出到沙地唔知咩情況啊！哇，見到車驚啊！我哋進入咗埃德夫神廟嘅範圍啦 ，OK。典型古希臘嘅柱廊建築啊！喂，呢邊。呢道門咧就高36米啊，闊137米啊。由托勒密3世開始就起到托勒密12世啊，經歷咗180年啊。同呢個康雍波神廟差唔多啦，不過就早過康雍波神廟少少啦。呢個係荷魯斯同塞特大戰嘅地方啊！最篤篤嘅聖船啦，擺放聖船嘅位啊！
Gyarunk! Mindenki megvan alkotni. Ennélküle nem megyek.哇！終於逼開晒啲人群啊！唉，天色光啲啦嚇，唉，唔使摸橫雞啊！錯過咗呢一，掟咗兩嚿上嚟啦，冇人幫襯佢啊！依家咧就落翻2樓啦，我哋導遊落翻2樓咧，俾翻嗰兩嚿嘢佢哋啊！唉，真係陰公啊，真係啊，都未發過市啊！呢隻船啲人都冇咩興趣買佢啲嘢，所以影唔到俾大家睇啊！咁啊，希望去到亞斯旺罷過閘之前，有人幫襯佢啦嚇啊！嗱，依家係回收翻佢掟上嚟嗰兩嚿嘢啊！即係揾食艱難啦，冇辦法啦嚇！嗱就係咁啦，即係咩叫揾食艱難咧嚇？有眼你睇啊 ，OK 啊！終於有人幫襯佢啦嚇！1000蚊埃及鎊啊，3張啊 ，OK。好嘅。Lo que dijo ayer.哎呀！哦，我快拎翻好掉，掟佢 ，OK。羅遊河船咧，通常都會出現咁嘅情況㗎嚇，就係呢啲咁嘅艇家咧，就攞啲絲巾啊、圍巾啊上嚟賣㗎嚇，就好似飛機欖咁掟上嚟啊，跟住咧就喺度講緊價啦。我隔離呢班咧就西班牙人嚟㗎嚇 ，OK 啊，用 Euro 同佢講價㗎嚇，用拉丁文同佢講㗎。又掟上嚟啦！哇！哇！飛去嗰度，大巴，因為咧要排隊過啊！你見唔見啊？好多船喺度啊，要排隊過啊，所以未過到，暫時。你有嘅？牛奶，哇！哎呀！我哋仲喺尼羅河接近亞斯旺嗰個水閘嗰度前徘徊緊啊 ，OK， 仲未過到啊，因為好多船啊要排隊。咁啊，影一影旁邊嗰啲建築。好啦，我哋接近亞斯旺水壩嘅水閘啦嚇。啊！做生意啲哥仔真係犀利，真係唔會放棄最後1分1秒啊！哇！過閘啦，過緊閘啦，前面係啦嚇，仲喺度 sell 嘢啊！啊，前面閘咧，最後嗰個企位咧就係最後嘅交易點嚟㗎啦嚇，丟唔丟到啦就僅此一役㗎啦嚇 ，OK。好大風啊！呢度好大風啊！哇！全神貫注啊！全部集中晒喺船頭啊！
Last trade 啦，再冇人同佢買咧，就收檔啦要。冇啦，蘇州過後冇艇搭啦。好啦，過啦。好啦，頭殼頂啊，叫的，過咗。完全過晒閘啦！我哋向盧克索啊、洛屬進發啊 ，OK， 全速前進啊！又再，仲有10零分鐘咧，就到洛屬噶啦，我哋又要上碼頭啦。好，下午時間16點26分啊！我哋上船搭旅遊巴啊，睇下去卡納克先定去洛屬先啊，都係相反方向嘅啫，咁樣行嘅啫，我哋有啲人叫路克索神殿，其實都係洛屬嗰個拼音嘅啫啊。之後嘅話咧，中間會行完呢個神殿之後嘅咧，會帶大家去玩呢個古老帆船，古埃及嘅古老帆船，大約就50分鐘左右啦。嗱，咁啱應該就啱個時間咧。好啦，時間16:55啊，我哋到咗洛屬神廟啊，買飛先入去。今日淨係行洛屬神廟啊，聽日先至行卡納克。Luxus Temple。好，我哋正式入咗嚟洛屬神廟。呢支係洛屬神廟嘅方尖碑啊，第一次見啊，咁多日嚟。哇！咁多嘅最大碌啲嘢咧，俾神住噶嘛，俾神住噶嘛。食埋啲啱口嘅添。咁但係呢個人咧，佢淨係得一隻手同一隻腳，佢就打唔到仗，所以留咗喺條村入邊。村入邊。
樂蜀神廟咧，大約係建於公元前嘅14世紀啊。佢哋而家已經有3300年嘅歷史㗎啦嚇。最初喺呢個神殿裏邊咧，起第一個部分嘅咧，就係古埃及歷史最強嘅法老啊。新王國時期第18王朝啊，第6任法老啊，圖坦摩斯3世啊，就喺呢個神廟起神廟嘅第一部分啊。跟住啊，到第10位嘅法老啊，阿肯拿頓，即係阿蒙霍特普4世啊，就開始加建啦喺度啊。之後啊，到第12位法老啊，圖坦卡門啦嚇，到19王朝嘅拉美西斯2世啊，係一路都係咁樣僭建落去啊，直到去托勒密時代啊、古羅馬時代啊，都有嘅嚇。行咗咁多日啦，行咗咁多日咧，我哋第一次見到方尖碑啊 ，OK 啊，本來有2支嘅呢度嚇，咁有一支點解唔見咗咧？就因為咧之前我哋睇過喺埃及博物館睇過嘅羅塞塔石碑啊，咁啊法國嘅歷史學家啊、語言學家商博良咧就憑住呢個羅塞塔石碑咧就破解咗呢個埃及嘅象形文字啊，咁咧就埃及嘅總統啊，近代嘅總統咧，咁就將其中一支方尖碑咧就送咗去法國啊，依家擺咗喺巴黎嘅協和廣場啊，我都去睇過嚟，不過嗰邊嗰支就好新淨嘅，因為有人打理啊，呢支就殘殘舊舊啲咯啊，不過啱佢啊，3000幾年。見到有間清真寺啊，咁得意嘅，點解起咗間清真寺喺度嘅咧嚇？其實就係咁樣噶嚇。百幾年前咧，咁咧就起呢間清真寺嘅時候啦，一路掘啦，掘下咧，咦？點解掘到啲嘢出嚟嘅？跟住再掘落去咧，原來就掘到樂蜀神廟都掘翻出嚟重建天日啊！百幾年前嘅事嚟嘅咋因為起座清真寺所以因為地基嗰度有異常啦，所以就令到樂蜀神廟重建天日啊！呢個空間咧係有名堂噶，原先咧係擺咗一隻叫聖船嘅真身喺度噶。咁每年嘅奧貝特麗節咧，咁你會將聖船咧喺卡納克神廟咧就搬嚟樂蜀神廟呢個位嗰度嘅，就擺10零日啦，最初，跟住後來演變咧就越嚟越長啊，擺到27日啊，到1個月咁樣。咁右手邊嗰個咧就係亞歷山大大帝嚟嘅，咁佢就以呢個咁嘅形象咧就出現咧就係即係法老啦，即係話佢係亞歷山大大帝啊。咁左邊嗰個咧就叫邊神啊，咁顧名思義啦你哋自己睇下點解佢叫邊神。哎呀，3300年啊，摸佢條邊先啊，還財就手啊！哎呀，摸佢先，哎呀，冇咁大力啊！哎，正！哇，一眼望落去咧，以為佢係 statue 嚟噶，原來咧睇下係會喐嘅，白膠嚟噶，堅嘅白膠嚟噶係。18點08分啊！玩完樂蜀神廟之後啦，就去玩古埃及帆船啊！睇下黃昏日落喎，睇下點？咩叫馬屎落地行啦睇睇啊！馬屎呢啲就係馬屎啊！你嚟到碼頭啊，坐呢啲努比亞人帆船啊！嚟埃及其中一個特色嘅旅遊新意啊，努比亞人帆船。
你呢隻咧就唔係努比亞人帆船啦嚇，我哋坐呢隻就係努比亞人帆船啦。8:16啊，我哋上船啦，玩努比亞人帆船。應該你位坐先。OK。開船啦！第一次坐帆船啊，咁大個人。第一次坐帆船啦，啱啱好㗎啦。非一般嘅體驗啊！哇！幾個可以咁嘅喎，因為已經落山。مرعي خش الجنزير عندك يا مرعي好啦，就嚟落啦，真係落晒啦。佢真係瞬間撳住佢塊面，推乾佢。有啲要大頭緊張啊！好緊張。快嘅落得，係啊，落得好快。不過佢加快嘅，都加死快㗎。我哋收快。好啦，你冇咗塊面都光你都可以嘅，有冇 model 有冇 model？啊，好熱鬧啊！好熱鬧啊！千帆並舉啊！英國、德國，哇，咩旗都有啊！成個海都係啊！哇，密到啊！成個海都係啊！時間又夜咗啲啦，又另外一種氣氛啊，另外一種 mood 啊！另外一種 mood 啊！再夜啲啊！再夜啲啊！連星星都睇埋㗎啦嚇！我哋回航啊！依家華燈初上啊！不過上歸人都掂啊！點唱啊？聽唱嚟聽聽。坐帆船就係睇呢啲嘢啦嚇，光殘殘冇嘢睇啊！日落黃昏再黑啲睇星星。好，準備埋碼頭啦，我哋最後的餘暉。好，我哋喺碼頭行返轉頭啊，睇下夜晚嘅樂蜀神廟啊！